怎么样了？我现在还在验血，一会儿检验科的人过来会检查水质，希望能从找到一些对我们有利的线索。太残忍了，冰冻脸皮。根据冰的形状可以判断，脸皮被割下来之后，应该是放到一个圆形的容器里面，所以我想应该是一个脸盆，而盆里的水结了冰，冻住了脸皮。犯罪者直接将冻住的脸皮装进了塑料袋。会是那类寻求刺激的凶手吗？哎，别再往前走了。那个小伙子，别呆了。这是受害者的吸血痕迹。这是受害者的握刺痕迹。这是塑料袋砸在雪地上的痕迹。受害者是呈侧卧状，他由于疼痛突然间醒过来，想要继续向前爬行。他看到了一对小情侣，想要向他们求助。奇怪的是，并没有看到受害者来时的脚印。选择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合下手，还是想要挑衅呢，还是想要制造恐慌？看来死者生前是处于被囚禁的状态啊。是的，哎，割脸皮的刀是特殊的吗？应该不是。从他眼眶周围的这个痕迹可以判断，他的腮帮子是被整个切除，这就使他的颧骨完全暴露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歪歪斜斜的呀，这个好像罪犯的签名啊。这个图案有一点像一个变了形的六。一般连环杀手都习惯留下特殊的符号，比如说密码。人一旦没有了皮肤，就会失去保护，它会体液流进，迅速失温，还会因为真菌和细菌的轻易入侵，感染致死。你说的挺对的，但是啊，他不是这么死的，那他是怎么死的？他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，所以我猜想啊，他应该是看到了一个反光的物体，然后透过那个反光的物体看见了自己可怕的脸，所以有可能啊，他是被自己吓死的。
别再害怕了。唉，可怜的母亲。根据报案记录，他勃起的话，他的皮肤会裂开，疼痛难忍。哎，要是这么说的话，这个人是根本没有办法性侵受害者的呀。还可以证明一点，就是犯罪人至少有2个。受害者被性侵的时候，他情急之下，他用嘴咬了强奸者的耳朵一口。强奸者用刀疯狂的虐待，最后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个符号。强奸者走了以后，有一个患有严重鱼鳞病的患者把他给杀了。写给鱼鳞病患者是个暴徒。因为鱼鳞病是从青少年向青年过渡的过程中，发病率最为严重，所以他们的社交非常难，尤其是跟异性交往，常被认为成怪物，被人拒绝。割掉脸皮是毁容的一种，一般只有2种原因，一个是为了隐藏死者的身份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个患者他有心理疾病。这显然是后者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在死者的血水里面提取到了一些鱼鳞的残片。哦，真的鱼鳞。这么严重的鱼鳞病，数量应该不多呀。应该优先查找有犯罪记录的。能下手割人脸皮的人，一定是心狠手辣，不是第一次作案的人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只是一时想不出答案，心里烦。给，谢谢。吃点东西吧，甜品能愉悦心情。这个6，一定是一个人下意识的签名，而且这个人玩刀玩得很专业，还受过训练，这个是一个突破口。您好，我们是特案组的，这里是如意的家吗？对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能够进去再说吗？给你谢谢我。不要，你让我妈妈哭了，你是坏人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你先上去，我一个人走一走。
喝水。好好，谢谢谢谢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我们深表遗憾。孩子很可爱啊。琪琪，跟叔叔到旁边去玩好吗？听话，哎，乖，去吧，去玩吧，来，乖。不要！你把我妈妈弄哭了，你是坏人。儿子啊，昨天打电话来，说是让孩子呢来我们家住几晚。我想跟他再多聊几句，就挂电话了。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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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衣服。
转，寂寞陌生诱惑。随风旋转，寂寞陌生诱惑。